2004年1月14号，秀林、万荣、卓溪的族人历经8年的争取，将太鲁阁族正式从泰雅族证明出来，成为当时台湾的第12族。不同的历史迁徙及共同记忆，跳脱殖民统治框架，让太鲁阁族人做回自己。从2004到2024，20年的时间，秀林乡公所积极地推动各项文化工作，就是为了凝聚太鲁阁族人的心。感谢当初为了正名运动奔走的前辈们，让更多年轻族人了解到太鲁阁族的由来。20年前，我们让太鲁阁族走进世界，如今也让世界记住太鲁阁族。1月14日是太鲁阁族正名运动纪念日，让我们大声地说出：如果在压你。